前幾日喺 TAFE 2025亞洲巡演嘅香港場，除咗香港場巡演，仲有喺首爾、台北、雅加達、曼谷及東京開場演出。香港場演出喺10月1日舉辦。今次係我第一次去睇演唱會。演唱會喺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，由機場坐到機場快線去到博覽館，八達通單程6.5蚊。到達博覽館站之後，由 A 出口方向行。演出場地喺2號展館呢個位，落扶手電梯去到地下之後，左手邊就係2號展館。如果唔落扶手電梯一直行嘅話，就會見到2間 coffee shop。左手邊嘅位置會見到扶手電梯，落到去地下就會見到官方周邊商品販賣區，對面就係實名檢驗加埋福利團。1樓呢一個位置向扶手電梯方向望，仲有電視，中間會有應援影片。我哋未開售就到達場排隊買周邊，購物滿400蚊就可以脫換一張小卡，可以累積脫。購物滿800蚊可以脫換一個環保袋。最嬲尾嘅手勢上令我真係好感動，喊咗出嚟。睇完啦，多謝各位 Puli 嘅無料應援包同埋應援物。